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讲选举已经到上尾这个阶段，台湾现此时有超过100间的国际媒体和这个学者、观选团拢已经入来到台湾要来做观察甲分析哦。虽然这些台湾选民决定这个心中所要的这个候选人拢是差不多和候选人直接政见也就是政党的这个认同哦，意识形态有关系啦吼。但是咱讲哦，这个国际媒体和这个学者所组成的这个观选团，也是因做这个观察。一定用到这个国际这个社会观察点来看这个规个台湾选举哦，尤其咧，因要来看讲这个影响这个亚洲哦，这个区域地缘政治甲台湾本身的这政治文化，透过这回选举会产生什么款的新的变化？建议台湾新眼界都要带大家做回来关心。究竟真正是这个 international 哈 ？We have international guests from Japan, Hong Kong as well as France， 够咱台湾的这代表了哈。所以咱一要来小介绍这些来宾，第一咱欢迎到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福田园福田马多卡。你好。哇，嘛是真欢迎你啦吼，用这个台语来甲咱小介一下。第二咱要邀请到香港屯门三圣区议员莫坤泰。各位朋友，大家好。哇，嘛是用台语来甲咱说一下 hello。第三，咱邀请到咱法国的这个朋友哦，伊是这个亚洲自由选举网络 Info 专栏经理 Mel Viet。Yes, hello。第四，咱邀请是咱台湾的这个教授啦吼，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彭瑞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咱讲今日真正是非常 international 一个 moment 啦吼，真正是国际化。咱邀请到这个日本的学者这个香港的这个议员，咱嘛有这个来做观察 Info 这个专栏经理啦吼。尤其咱这个教授吼，要做回来讨论讲，这回咱这个选举哦，国际上安怎看咱这回这个表现啦吼。咱讲过去，咱要先来邀请到咱的福科大这个教授啦吼。过去你来这个台湾的时候，也很多次来台湾了。这一次选举，特别在2019年的时候，有先来做一次的观察。这个1月的时候，还带了学生来做观察，有发觉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对我这一次选举的观察可以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年底的时候到台北、宜兰、花莲去选进比较激烈的地方，访问。他们的精神本部、候选人们，还有本地的那个很熟悉的大学教授，还有媒体的记者，了解到地方选举的情况如何。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啦，但头先这个教授讲哦，伊去甲这个台北、宜兰、花莲哦一寡较选情较激的这个所在采访的这个部分有针对着这个候选人，也是讲这个大学这个教授，也是媒体记者去了解这个选区较有趣味的这个所在。所以你觉得在这个选区里面，你看你到了这个台北、宜兰、花莲，我们知道花莲的选情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尤其在立委的这一块，然后立委的这一块，这个地方有这个萧美琴，民进党的现任的这个立委，然后还有傅崐萁，还有这国民党推出的这个黄启嘉，都是这个选情比较激烈。但是大家都会想知道说，在你的这个观察里面，发觉到，整个总统大选跟这个立委的这个选举其实是不太一样。有一些像是我们在讨论，在总统大选可能会比较关心的，可能是反送中这样的观察，在花莲可能是居民比较不会去在意的，是不是？对，那个我们一般来说，已经了解到这一次台湾的选举里头，香港的因素非常大。是。可是，我在花莲依然发现到，在地的选举人，最有关心的问题不是这种香港国家安全这么大的问题，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本地的那个交通还有经济生活这样子，还有在地方的选举的话，立委候选人那个个人的因素跟那个国际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学到了我们讲台湾的大选，可是台湾总体的脉络跟那个各地方的脉络，有一点有差距，不太一样的地方。对。
教授讲到啦吼，就是讲虽然咱讲这规个整体这个台湾的这个环境吼，伫咧总统这地啦吼，可能大家较关心的是较这个国家主权啊，甲这个反送中这个议题较相共啦吼，相关系啦吼。但是伊的观察是讲吼，那伫较这个立委这个选情这个部分吼，其实观察的这个部分哦，大家较要义啊是这个在地这个部分啊，亲像是头拄教授讲的这个交通的这个部分，拢是民众较要义的吼。啊，咱要继续来请教，其实伊毋是家己来尔，伊是带着伊的这个学生啊。做回来观察啦吼，就是讲这个法政大学哦，伊带着这个20几个这个同学做回来观察，有3天的时间啦吼。这一次你带了这个你的导师班的学生，吼，特别来观察，有20几名学生嘛吼。对，那这是第二个部分。我在1月10号，1月10号跨年之后来台湾，再次来台湾。这一次是领自己的导师班的学生们来一起观察台湾的选举活动。因为我的学生们对于台湾年轻人参加政治对于这一次选举的态度非常有兴趣的，他们自己希望跟我一起来观察这一次的选举。那我领学生的部分是，先带学生们访问沃草。那我们先让学生们了解到台湾的最近台湾选举的一些假新闻的问题啊，还有情报战的问题，还有接下来我带学生们去两党的造势活动，看在两党的造势活动当中有怎么样的差别啊，还有在参加造势活动的选举人里头。有怎么样的差异？这样子。所以这个教授讲到啦吼，就是针对第2届带这个20几个这个学生来台湾的时阵哦，因为去看到亲像这个鸭草啦吼、卧槽，因做这个 fact check， 就是讲这个假新闻啊，甲这个情报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部分，可以去做一下了解学生啊，去安怎看讲哦，台湾这个媒体是安怎来经营啦，安怎来做这个假新闻这个查核这地啦吼。另外，嘛去看国民两党吼，这个大的这个竞选这个活动然后看这个造势这个场合吼，日本人看讲，台湾这个活力吼，选举文化是我俩这个活力啦吼，嘛去这个桃园真侪这多元社会甲地方政府吼，因拢有去做因的这个观察啦吼。咱等下要搁请教咱的福田园教授，咱过来先请这个第2位咱的吴议员啦吼。伊过去就是伫这个去年才当选尔，今年1月初1的时阵才打这个就任啦吼，所以代表是伊打竞选过今年过来参看到咱今仔日这个总统大选哈，有地方这个立委这个选举啦哈。我们要请教吴议员哈，您刚就任议员，对，那也这一次自己经历过这个选举的这个洗礼，那这一次来台湾观察到的，我刚才私底下也听说，这一次你们的观选团有大概30多人，但是统计之后。这个可能有100多位区议员都在台湾了。对，观察到什么有趣的地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期选举啊，如果是炒那个主权啊，还是跟香港有关反送中的议题啊，其实在中部还是南部的选民，特别是就是对经济表现有感觉的、有需求的居民，其实选民会觉得没有感。然后也跟就是教授分析是差不多啦。当然在大的城市来讲，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会自己出来动员来宣传，替认可的政党也好，还是就是很简单，就是呼吁所有人回家投票，也是会自己去做，很主动，这是没有人在发动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作为议员，作为香港的议员，也会看就是南党对香港的态度。如果他们未来的实践就是执政也好，还是在立法
院里边就是立委过半，就是拿到那个立法权也好，他们对香港的态度会怎么样？会不会跟现在的一些政策有所改变？还是会推一些就是比较保障香港人权利的一些的法案、法令，还是行政的措施？我们就是会关心就是往后的，就是选举以后。会不会换政府也好，会不会换那个立法会也好，立法院也好，那个发展。所以议员有讲到啦吼，这个中南部吼，针对这个可能是反送中这个议题啊，嘛是亲像咱对啊教授讲的啦吼，所以较无感觉啦吼，但是伫大城市啦吼，会自主的去动员吼，这个部分是伊这个观察到的吼，伊嘛望吼，未来啦吼，但是这个新国会新总统。诞生了后，这个动向吼，是毋是会当关心到这个香港这个议题吼，继续伫这个法律头顶啊吼，做一寡这个新的这个改进也好啦吼，这是这个议员所观察到的吼。咱下面过来请教伊，第3位咱要来邀请到就是讲这个 M4 这个组织啦吼，咱知影 M4 这个组织，咱先看有一个这个图表咱所做的吼 ，M4 咧其实伊的这个全名是 The Asian Network。for Free Elections 吼，成立的时间是伫1997年11月啦吼，这个总部是泰國即 Bangkok， 會員國咧目前有27個，伫亞洲有17個國家吼，進行過62屆即個選舉觀察啦吼，這回來台灣觀選的即個大選情形啦吼，因講這其實唔是一個觀察的即個觀察選舉啦，其實是一個 study 爾吼，一個調查啦吼，因這回有8個成員來自即個7個國家伫5個縣市做觀察啦吼，因觀察的即個重點咧，就是講即個選舉規則是毋是符合法治甲公開，另外咧嘛有即個中立甲公正的即個選務機關吼來辦理選務啦吼，是毋是有多樣性的即個正當公平競爭，還是講媒體會當獨立較客觀的來報導即個選舉的即個活動。另外，咱看到即個選務未受到即個軍人，還是警察，還是利益團體即個介入啦吼，咪當清楚宣布即個選民自由選出着上關票，就是即個當選者啦吼。咱頭仔嘛講到，咱要繼續來請教咱的即個Miguel，就是講，you specialize in the analysis of electoral systems and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n you joined M4 as an electoral analyst during the observation mission. And can you tell us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election observation, or is there any methodology to this? Of cours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here today. Election observation is a tool that started a bit over 30 years ago in the Philippines that was the pioneer in this respect. And the idea behind election observation is that all citizens are free to engage in elections, and they should if they feel like it. In the Philippines, it was initially because of a dictatorship that was trying to rig elections. So you had citizens organizing to making sure that the results were not going to be stolen from them. From that developed election observation as a methodology that is now really widespread. There's hundreds of organizations doing that across the world. NFEL, the Asian Network for Free Elections, is one of those organizations. What we do is international election observation, which is a bit different because we bring people from several countries to one country to observe and to monitor and to try to identify what are the good practices and the bad practices of an electoral process. Doing that, we try to do two things. The first thing is we try to assess whether any election is free, fair, and genuine. That's one goal. The other goal is we try to replicate what is good in one country to others. So we try to foster exchanges across countries, because democracy, it's a process that is not developed in any single country. It'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replicate, that you can improve upon. And so that's the idea behind election observation. And in Taiwan, there's no election observation in itself, because the legal framework makes it so that you cannot enter polling stations as an independent observer. It's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exist at the moment. We do have a member in Taiwan, which is Citizen Congress Watch, CCW, and I thank them very much for their help. And what they do is they monitor Congress throughout their term. Unfortunately, they're not able, just like the media in Taiwan is not able, or like we are unable, to enter polling stations on election day. But in a sense,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cannot do anything, because polling operations on election day is only
a part of an electoral process that takes months or years. So election observation is a tool that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every country to take part of,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ould welcome very much if in the future Taiwan would consider opening the doors to polling stations to any kind of observers that respect a sound methodology, a code of conduct, and that just wa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lections for everyone. Okay. 头拄仔这问嘢也有讲到啦吼，这过去咧做这个选举观察的时阵，其实伫30当前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部分吼，因这个市民吼爱互因这个自由去参与着这个规个这个选举的这个观察啦哈。啊，讲到这个国际这个选举的这个观察吼，其实佫较无共款啦吼。这个伊讲到这个非正当这个选举观察啦，其实因的这个做法哦是真侪国家的这个观察人员啦吼，来到一个这个国家内底去做一个这个有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观察啦吼。另外咧，伊嘛是爱有这个正确的这个资料选择啊吼。啊，毋过伊嘛讲到台湾现主时这个状况是啥物呢？台湾即马就是无甲这个门拍开啦吼，互这个这个观察人员来到这个投票站来去做一寡这个观察啦吼。伊嘛毋嘛吼，照着台湾这个经验吼，后摆是毋是这个门拍开了后，互因入去做一寡观察？因为即款这个选举观察其实会使是伫。大个国家拢会使去 replicate， 会当复制吼，会当去所有这个国家拢会使去做一寡这个适用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伊嘛会使做一寡吼较具体的这个观察了后，去做一寡建议的提升啦，是讲这个改进整合较有这个较有效的这个工具吼来做规个这个整个这个选举的这个运用吼。啊，伫遮咧，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伫即回咱头拄嘛讲着吼，100外这个国外这个媒体来到这个咱台湾啊，啊，有这个澳洲啊，是讲美国这个学者嘛来台湾，因安怎做这个选举观察咧？咱先做伙来看。拜六即要投票，决定也积极宣传冲刺，毋但国内媒体总动员，外国媒体也真关心注意。根据外交部统计，有超过200名外籍记者伫台湾采访大选，未少有派驻香港甲北京记者调工来台湾。除了甲香港议题有关系，有一寡观察点也甲纽约时报报道相款。迄是官员甲专家烦恼讲，中国正伫实验操弄社群媒体，影响选民。To see how this country tries to deal with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which we can see in the US, also in Germany, and in other countries. And besides that, 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because we think it's going to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to China and also internationally. 有的韩国人觉得今天的香港，明天的台湾，是后天的韩国的。香港的压力怎么样的？中国对台湾的压力怎么样的 ？Taiwan and Hong Kong really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is battle, this ideological battl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so American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seeing how this is playing out and what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learn from it as well. 外国媒体毋但采访总统大选，就连伫为选前也真注意，尤其是国防外交政策。外国媒体表示，台湾大选是亚洲选举的指标。即阵中国假消息真多，是毋是有渗透，也是会影响选举结果，拢是观察点。就连欧洲政要也组成观选团，瑞典甲爱尔兰拢有议员团来访问台湾，显示真重视。瑞典的国会议员团，它是4个人。丹麦团学者团呢是5个人，还有爱尔兰的国会议员团也是5个人。邻近的国家，日本、香港政界学界也拢有组团来访问。美国大批专家学者观选团7号也到台湾，要拜会各个竞选总部，加观察开票结果。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会举办甲国际媒体记者会，说明国情甲民主选举制度。选后也有国内外经济国际研讨会。记者综合报道。遮尔啊侪这个外国媒体啦吼，也是讲咱的这个这个欧洲，也是美国这个学者，拢已经来到咱台湾这个现主时啦吼。头拄啊，这个咱做这个规个这个选举观察的吼，这个部分，伊嘛讲着吼，国际这个观察，毋是干那一天这个投票日即天尔吼，其实伫进前一档开始哦，可能咧选战这个运作的时阵，其实都爱先来看，尤其咧伫选了吼，嘛是一个观察的重点。这个国会若是新的国会，是毋是会当顺利会当移交啦？是讲这个新的这总统任期到了吼，啊，若是无连任的话，啊，是毋是会当正常来运作吼？这嘛是一个这个观察的指标啦吼。另外，咱要来先请到咱的这个裴教授啦吼，就是讲遮尔这个国际这个朋友来看吼，啊，其实台湾徛伫遮嘛是算是东亚，还是讲这个两岸的一个中心啦吼。安怎来看这种国际这个媒体甲这个国际这个学者来到咱台湾看即届的选举咧？好，
咱会使讲吼，即马总统的选举甲立委选举，才是亲中甲亲美路线的迄分别吼。我想讲吼，即马是赖群主，大家都有看到一个图片或是一个笑话，也是讲吼，那是美国的敌人是虾米人？吼，总统选举以后就知啊，吼啊。那是亲中的路线，当然啦，韩国瑜一定会当选。那亲美当然是民进党吼，甲蔡英文。但是对国际媒体来看，这是关系到即马中美贸易战甲中国甲伊朗之间吼，未来人家说可能第3届的世界大战吼。当然吼，这是一个猜测，无一定会发生。但是即马国际媒体的关心就是，那是台湾有一个总统是亲中的立场，当然，但是对美国啊，包括印太的战略的布局，那是有足大的影响。是，那是讲蔡英文，当然迄是蔡英文，大家拢知影，迄是亲美。亲美对美国来讲，哦，包括日本、韩国，哦，加东南亚、菲律宾，这是一个共同体，这有一个共同防御。吼，那这个防御是讲会使避免中国的潜艇啊、航空母舰穿过台湾海峡到太平洋。好，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好，所以呢，国际媒体就关心这总统选举。好，那头拄仔咱有看到一个这个韩国的媒体啊，其中一个日本的媒体嘛讲今天的香港明天的台湾，而且后天的韩国。但是咱今晚台湾的情形比起韩国可能够较歹一丝啊，比香港较好一丝。咱今晚台湾是。基本上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比韩国是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国家嘛，但是香港是中国一部分，这是虽然讲我想香港人不一定愿意啦，但是嘛无法度选择啊，但是台湾对台湾来讲台湾人够有一个机会，咱会在选一个总统这个总统。当然啦，这是自由啊！不管你是支持民进党还是支持国民党，这是自由。咱今晚袂使讲你一定要支持蔡英文，也是一定要支持韩国瑜。但是对国际媒体来讲，那是较客观中立的观察，就是讲对一个未来中美的战略，包括印太的防线的部署，会呈现怎么样的这最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国际媒体观察的焦点啊。但是咱袂使讲一定是韩国瑜当选一定要将来台湾是变中国一部分。咱即摆袂使安尼讲，迄是一个猜测。但是较确定的就是，韩国瑜国民党迄是接近中国、亲中，但是蔡英文甲民进党迄是较亲美。亲美对阮来讲的好处就是，像国防，国防安军购，美国对台湾较信任，才有可能买较好的战斗机，像即马 F-15V， 也是以后较好的潜舰，也是讲战舰等等。但是，若是韩国有动算，美国人上烦恼应该是这些高科技武器，敢会使卖给台湾？若是台湾无这些高科技武器，了敢会使对抗中国？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是，这个教授嘛讲到，可能即阵这个选举这个外国媒体来看嘛，是这个一种亲中，还是咧亲美国的这个选举的这个选战的这个对决啦到底是不是安尼？这个1月11号投票了就知影啦。不过咱要先看讲，这个外国媒体安怎看这回这个大选咱其实昨嘛带大家看讲，这个 Times 甲 New York Times 安怎讲因为说伫咧假信息这个部分还是讲过激动的这个语言，还是讲这个演讲还是讲有的人就是这个演员做一届这个选举所以外国媒体看台湾其实伫这回当是讲这个内容可能实质面是较空的这个部分咱有整理到这个英国 BBC、日本4大报甲这个 Swiss 报道啦咱先看到英国 BBC 安怎讲的，这个布鲁金斯学会亚洲政策专家Ryan Hass 伊就讲无论是倒一个政党，这个领导人赢到这场选举拢会当认捌到台美关系这个好处啦北京可能都要认捌到和平统一这个可能性真正是增加啦另外咧，伊讲到台独政党可能会当长期来执政啦另外咧 Hoover 这个研究所，伊是讲咧台湾这个项目这个顾问齐凯利伊是讲，若是北京选择对台湾施加压力美国嘛有当做出较直接的回应来维持两岸的这个现状。咱看到日本方面这个5大报内底有这个4报、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独立新闻、甲日本经济新闻拢用着社论来关注着这回台湾的选举伊讲咧，
那是有要干预到台湾总统大选的这个中国，表达到真严厉的这个态度啦吼，嘛表示讲台湾民主主义提悬到台湾的这个价值，嘛支持台湾人民透过和平的选举手段来决定家己的领导人甲未来啦吼。另外，咱要来看到这个 Swiss 这个部分啊，伊讲台湾的民主制度内底有这个瑞士的这个基因伫哦，这是较正面的这个肯定啦吼。另外来讲，这个美尼瑞士啦，甲台湾要进一步来深化着双边民主的这个对话，搁较直接民主哦。可能性甲这个有限制性啦吼，啊，毋过咧，这个瑞士的这个机构咧，甲参与的这个全球现代化、直接民主制度的论坛，嘛要伫台中来举行啦吼。所以伫外国媒体看这个台湾，除了咱昨讲啊吼，可能是 Times 甲 New York Times 对这个选情的部分啦吼，有可能这个批评较严厉啦吼。伊讲这个假新闻的这个部分，但是其他媒体咱所经历的，其实对着台湾吼，可能是亲美这派哦有。落一寡这个社论、这个评论伫内底啦吼。继续，咱们来请教咱的教授了哈。教授要跟您请教啊，就是说您的观察里面哦，也是在这一次选举，中国因素跟两岸关系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哈。你这回这个前后来2次台湾，你的观察之前也在这个平面媒体有做一次的投书，你的观察是什么？我的观察是，台湾社会里头的大部分的人都有。一样的印象，这一次选举应该比前一次的选举，中国对台湾的那个感受，比较大，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中国因素的问题，找到很明显的那个factor，是有一点难，所以从像我的那个学者的立场来看，很难的简单的肯定，这一定是那个中国的因素，还有那个这个假新闻是从大陆来的，这是很难的。可是在这个教授伊是讲到这个直接中共干涉到咱台湾选举的因素，可能要直接去找到较困难，但是伫这个媒体啦吼，可能就着这个 social media via social media platform，因会当较直接来去影响到规个这个选举的这个部分，然后除了说我们很难去找到这个中国因素潜入了，但是其实在这个地方的公庙系统啊，或者是在整个地方选举的运作上面，其实都是可以找到一些痕迹嘛，就这个教授的观察。对，所以结果，这个中国因素的那个最大的结果是在台湾社会里头的分裂越来越大。是。那应该。在目前的阶段的话，在社会里头很容易的受到这样子的因素的那个结症，跟那个不会受到或者是比较少受到影响的人，很明显的分裂化。所以就是你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台湾选民然后在这一次这个中美对抗当中啊，或者是这个中国因素。其实，在亲美或亲中，其实也有做一些选择。你的观察里面有看到吗？所以呢，我觉得当然这一次的选举的那个重点里头有那个亲美或者是亲中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个亲美亲中的问题不会。那么简单的分别的问题啊，那比如说像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这样子的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周边国家，都是其实在那个中国跟美国当中保持很微妙的平衡。那台湾也是这样子的那个东亚，东亚地区，中国大陆周边的那个区域政治，对，就是很有影响。所以在这一次的那个台湾选举的那个重点，也不是那个
金美或者是金钟这样子的那个分别就是那个在美国中国这样子的2大国家的中间如何保持很微妙的平衡这样子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是教授讲的吼，其实咱台湾伫这个处境头顶吼，大家有的是可能有亲中亲美这种选择，但是咧，这个选择不是这个唯一啦，尤其吼这个真微妙的这个关系啦。咱讲最近进前，咱讲这个国台办啊吼。定定咧影响选举，但是伫1月1号，也是讲12月31吼，这个习近平讲话讲了，咱就看到国台办无虾米这个回应，然后可能惊讲反助选，然后就是因所无爱迄个候选人要来当选吼，所以咱看因即阵嘛是激点点啦吼。啊，头拄这个教授嘛有讲到，这个微妙的这个平衡啦吼，到底是安怎去维持这个3方美中台这个关系啊嘛是爱好好来观察。咱来看讲，咱有经历福田园教授吼，进前嘛有经历着2020。选战的这个大焦点啦，咱看到咱所经历的过去啦，又对这个蔡英文政权支持度较低这个原因啦吼，就是讲伫2018年地方选举咱看到啦，迄当阵支持度较低啦吼，迄当阵就是看到韩国瑜规个这个请起来啦，啊，不过即阵较消风气原因是啥物？咱等下嘛使好好来请教伊啦吼。另外对着这个中国经济。较依赖这个情况之下，台湾安怎保持这个自立这个部分啦吼？啊，自立甲这个欢迎台湾甲中华民国这个精英甲这个一般民众的对立到底是啥物？教授，我们要再继续请教您了。就是您在这个投书里面，其实有提到过去蔡英文这个执政的时候有他的这个包袱在。那他在2018的这个地方选举其实是大败的。那韩国瑜在那个时候崛起，但是最近又有下来的这个趋势。那还有谈到中国经济的依赖这个情形，你可以帮我们再简短的分析一下吗？中美对刚发生之后，这样子的台湾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问题越来越有变化。因为有那个台商的回流啊，还有那个台商移到那个东南亚国家这样子的情况下。依赖性就降低，依赖性降低，可是还是蛮大的的确。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在这个投书里面提到的那个，结果没有变化。是，就是咧教授讲到吼，其实这个可能受到美中贸易战，这头拄仔咱教授嘛有讲到啦吼，这个中国经济吼较依赖这情形之下，但是拄到这回这个美中贸易战吼，其实真侪这个台商回流，也是讲刷去到这个东南亚吼，其实这个依赖这个程度啦吼，其实有较下降啊吼，但是这个部分嘛是这个依赖性也是有的，但是如何吼？甲这个依赖性，豆豆讲嘛是这个可能爱搁较观察啦。另外，咱要过来请教咱的吴议员啦哈。议员要先跟你请教了哈，就是您说您刚才这一次比较说在这个可能这个新国会或者是新的总统上来这个立法方面，对于这个香港这一块了哈。那你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力道，我刚才也说过，国台办这一次的这个像1月1号之后。好像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对台湾选举有在任何指手画脚的，可能也在今天或明天也是一个观察的指标了。但是在中国因素在这一次，或者是在你们这个香港的选举里面，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猜这一次就是因为香港的反送中事件，在他们中国跟北京不同的系统的对香港的反送中事件的反应，就是促成了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弹，也令到很多就是亲民主的候选人11月就胜利，然后之后你看到就是香港的中联办，然后就那个主任黄志明就下台，就是突然间下台，之前就一直否认，但是突然间就下台。新的骆主任到位之后，我们发现他完全没有香港背景。所以可能现在我猜就是国台办也在烦恼，就是要不要发生，就是如果是发错了，反助选了，对，然后就反而就是替小英的选情有利，然后他们就会被刁关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一次的中国的因素就呈现在这个假新闻还有这网络信息的方面。
特别是我们在香港里边也有同样的状况，但是我们没有跟台湾一样相当多的资源去应对那些假新闻还是假消息的状况。你比如说，就是你看到 FB 在这一边也成立了一个战略的一个中心来，就是替假新闻、假消息就是有一些的处理这样的状况。但是去到基本因素，就是很同意，就是这个教授的结论，就是台湾选举这一次的结果也是会牵动那个未来这东亚地区的那个地缘政治的布局，特别是我们香港人自己，每一年到台湾求学移民也是创新高，我们就是发觉得香港的环境，他们的自由，他们民主，就是一天一天往下走的时间，我们就是有一些人才选择到台湾生活，但是如果是立法院里边就是可能国民党那些亲北京的立委过半的话，谁做总统也好，也不一定让香港的好，在台湾的香港人好过。那时候我们又去另外一个国家了，某可能的代际啊，所以你说这个国会很重要。对，国会相当重要，就是要看这个状况。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就是还有时代力量、民众党，还是其他，就是比较就是看腻了蓝绿的那个在立法院里边的那个看的状况，可能会投第三势力。就你这次观察很多，但是第三势力的话呢，他们会不会就是做一个比较好的监督的角色？还是会也是跟执政党对抗，也是我们观察的地方。所以议员有讲到啦吼，这回伊所观察的吼，真济咱拄则讲到这个假消息、假信息的这个部分啊，伫面册头顶，伊嘛讲到吼，未来这个国会也是真重要吼，尤其若是讲这个亲中政党吼，较伫国会占较赢这个席次的这个部分吼，因变成是香港人爱来台湾吼，变成一个 harbor 避难的一个所在，可能爱个换所在，这个议员嘛有讲出到伊的这个心情吼。继续，咱们来请教这个 Mel Via 吼。We will ask you another question based on the consular. He mentioned this campaign, or in general, lots of campaign was dominated by fake news or the infiltration by China or other power. Do you see any impact of it? For the impact, that's really hard to say. The phenomenon exists, that's undeniable.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robably all of them, today are faced by fake news, dis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in the media.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especially in Taiwan, because traditionally, Taiwan has a really high level of transparency in the electoral process. And it also enjoys the trust of the public. So that makes it a really good place for a social laboratory for the experiment that Taiwan is going through right now. Taiwan is probably one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faces the highest amount of fake news in election times. So there's a lot of foreign influence, there's a lot of social media blurring the lines as to reliabl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and that information is what the voters need to make an educated, free choice. So what's really interesting in Taiwan is we're trying to find out exactly how to tackle that issue. All of the countries are thinking about it, but Taiwan has taken some steps a bit further than other countries. Recently, there was a law that was passed to avoi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elections through money, but also through the fake news. And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 Taiwan is taking preventive measures to avoid that. So when there are fake news related to the election, sometimes they will put out a press release to try to stop that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problem is that, unfortunately, often the fake news will have a lot more audience than what you will put out after to say, no, that was not true. But it's still a good initiative that I think many countries could learn from. Also, Taiwan is creating a way of talking to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order to prevent those fake news, to remove them if they happen. The problem there is simply the amount. There's so many fake news that if you need humans to go after it and to hunt them, that's very, very difficult. Yeah, Taiwan suffers a lot. It's an extremely expensive process in terms of people, in terms of resources.
but it'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done. So Taiwan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at, and what we will do is we'll try to see what works at the end and what didn't work, and then we'll try to see some of those solutions and maybe suggest it to other countries that face those issues, but that maybe don't have the same resources as Taiwan. Okay. Taiwan is lucky in its issues that it has the resources. It has a good election management historically. As to the impact, that's almost impossible because you would have to go after every voter to know what changed their minds. And then it's really impossible to say, oh, it was that article that day that changed my mind and that article was true or not. What we're hoping for is a good media environment that's free of bias, free of fake news, and it's very difficult in the days we live in, but it'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try to achieve through simple measures that actually have an effect on the entire campaign environment. Okay, because Taiwan suffers a lot from the fake news in 2018. So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NGO did a great job to block those fake news. Yes, they are doing a lot. I think the problem is just so huge that if you were to remove every fake news off of the internet, then your problem is in the freedom of speech. You can only do so much without imped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speech. There's also liberties on the other side. Okay. And social media escapes any kind of regulations. If you have fake news spreading through your Facebook account or through your Line chat group, it's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easily regulated. Yeah. So how do you stop it from happening in the first place? Once it's out there, it's almost uncontrollable. So I think it's doing a good job, but it's too early to say whether it's successful in addressing it. Okay. 頭拄啊，即個物件有講到啦吼，其實伫台灣咧選舉期間吼，受到即個假消息的即個新聞是上濟啦，尤其伫即個選舉即個部分啦吼，啊，伫即個social media 就是即個社群媒體啊，無論是面冊，也是即個 Line 即個群組內底吼，真歹去即個做一下插合啦吼。但是咱過去有即個2018年即個經驗吼，所以政府也有即個真濟即個 NGO 即個組織啦吼，也是講其他即個媒體有咧做一寡即個事實插合即個部分啦吼。啊，就當看到講親像有一寡即個部門啦，伊會當做一寡即個新聞，個即個澄清也好啦吼，啊，互即個台灣的即個咱講即個閱聽眾也好啦，是講即個觀眾，還是講受到即個假消息的即個使用者啦吼，會當去做一寡即個澄清也好，還是講做一寡即個反查證也好啦吼。所以台灣佇即地，伊頭先講啊，也袂當講伊是做了成功，也是無成功，但是至少咱已經行出這步吼，面對着即個假新聞佇咧 social media 即地啦吼。繼續咱要請教即個彭教授啦吼，就是咱頭先我們講到。即個美國甲中國即個問題，啊嘛有即個香港即個議員講到吼，即個國會嘛是一個關鍵啦吼，啊尤其咱過去主動着即個假新聞即個部分啦吼，所以真濟咱有即個學者的代表，嘛有議員的代表，嘛有即個觀察的即個代表啦吼，所以因關心的攏較無共款啦吼，嘛是代表吼，即個咱台灣可能過去攏是針對着即個候選人的特質，啊伊甲即個政黨的即個意識形態較關係，所以咱看起來安尼是愛真接受咱即個國際即個聲音對無？是，咱即馬看起來吼，大家講啊，政黨甲候選人當然是咱投票時陣吼考慮的焦點無毋對，但是呢，有一個焦點甲意識形態敢有關係。但意識形態唔是講只有統獨的意識形態，甲民粹主義嘛有關係。哦，他拄啊吼，外國學者嘛講過吼，這個民粹哈，也是賴吼。喺頂頭所傳播的這些假消息、假新聞、假消息，然後假資訊，這些東西要引導一個風向。那即馬風向是對位來？為中國來的，大部分為中國來。那唔是講只有中國啦，吼，這個甲親像美國甲歐洲吼，上煩惱就是迄假消息為俄羅斯來，迄共款。但是阮佇台灣上危險的是，就是台灣今馬吼，唔是聯合國的一個國家，但是歐洲也是講美國，吼，伊是獨立的國家，吼，伊嘛是佇聯合國。那俄羅斯想要影響的是選舉結果，那但是唔是要併吞這個國家，吼。但是對中國來講，選擇一個吼親中的候選人，對伊來講是較好的。為什麼？政策上，吼，伊會是要釋出一個會利多，什麼利多？互台灣人，包括不管是台灣南部，也是農民啦、工人吼，哈，也是高知識分子，也會使依賴中國，吼，咱會使去中國找頭路啊。中國的收入嘛足好的哦，咱農產品要銷到
中国吼，不是讲啊，销到东南亚较俗啦吼，无好卖，但是要中国啊用高价来收购，这是一个经济上的依赖。但是咱选到一个是亲中的好选人，面对的问题就是这吼依赖中国。是，但是呢，咱若是无去依赖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在南部在南部就出现。但是以今麦情形来看的话，其实咱经济问题敢有遮严重？袂使讲无，但是真正有，但是无遐严重。就这问题来自于这寡假消息、假新闻。这假消息、假新闻，咱来讲是带风向。那假消息、假新闻有两种，一种是诈骗型的，这种诈骗型的假消息讲可能是图片移花接木，咱基本上好像。即马9月啊，但是10月时阵风台来那台南没有受到淹水了，无啥物灾难。但是去年刚节时阵台南有淹水，但是有人把台南伫2018年时阵淹水的相片移花接木到今年9月，然后讲你看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即马淹水遮严重，但是高雄无，韩国执政的高雄。虽然讲韩国瑜刚时阵选总统，但是伊嘛就顾到高雄市的市政啊，做好的，无淹水，这是带风，这是移花接木。但是另外一种带风向的，亲像讲之前嘛，就讲中选会伊的选票是用一种特别的墨水去印，所以导致韩国瑜的选票会无效，到蔡英文才有效，这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假消息。然后这个假消息带风向，你说原来是民进党可能在这个选举当中会有一些奥博啦，那这些东西这大部分都来自中国，中国是较济，是应用中台湾的这个选举的结果，那影响到台湾的选举结果那上重要就是讲结果是倒一个好选你动算不管是韩国瑜还是蔡英文让亲美韩国瑜动算还是亲中对结果。国际情势、东南亚战略情势嘛，对中国是较有利的。那就国会来讲的话，当然刚才议员嘛是讲过，现在有第三势力兴起，但是起码第三势力兴起都是一款较小的进动，除了民众党了科批的民众党加时代力量，较有可能跨越5%的门槛。但是这第三势力，讲实在，台湾它是幼苗那能不能成长，是不是要茁壮要看这个选举结果是安怎。但是今麦的选举的结果，咱也要看韩国瑜为什么讲是民粹主义，在民粹主义的带动之下，会让很多人就得人到国民党。但是这小党呢，他没有办法去促成民粹主义，他没有办法去像请求韩国瑜安动员选民，所以得到的票就相对较少。但是呢，另外一个政党那是民进党，当然民进党是不是嘛是有透过这些动员嘛是有，蓝绿拢嘛是有，但是韩国瑜是透过民粹主义是较严重，而且佫透过这些假讯息、假消息来自中国。那蓝绿政党不管是谁过半，小党最后只是被压迫。但是民进党的过半几地方它的好处就是。对抗中国境外势力，包括像反渗透法，所以这嘛是爱交予这个选民最后来决定啦。对，咱先要来带大家先看讲，其实国际上尤其讲到这个中国这个议题时阵，嘛是关心到讲，亲像美国这个联邦众议员Chris Smith， 伊就提这个香港的例啦，提醒着台湾要注意，这个中国的这个北京政府是有讲无行，随时会讲反民无情啊，讲到这个香港的因的立法。立法会的这个民主派这个议员嘛，发表着这个影片，感谢台湾人伫咧反送中运动的时阵诚恳呼吁伫咧这个1月11号这天一定爱起来投票，咱先做回来看。美国国会甲行政部门的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特别发表2019年年度报告，内容指出，中国伫咧新疆甲维吾尔人关起来甲苦毒的作为，构成违反人道罪，人权法治继续伫恶化。CECC 共同主席参议员卢比奥阁伫咧推特面顶表示，面对中国压迫像讲弱势宗教等等，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较强的制裁手段。2020台湾大选伫要到啊，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嘛伫咧记者会面顶用香港来举例。
题，爱台湾注意，北京未遵守承诺。联邦众议员麦高文是表示，看到最近伫咧香港的选举结果，人民爱的甲北京政府无共，伊给台湾嘛是会共款。共款关心台湾大选的，也有香港泛民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伊感谢过去反送中运动得到真侪台湾人的支持甲鼓励，即马愿意来呼吁台湾民众登去投票。虽然台湾已经有很成熟的民主制度，但是我们也深深感受到，在中共集权的威胁底下，每一次的选举也是民主制度的捍卫战。在这里，我深深的呼吁大家，1月11号一定要回家投票。台湾选举阁引起人权组织的注意，亚洲人权发展论坛发文表示，这届选举会当看到大量的假消息，想要来影响结果，呼吁台湾政府也各界尊重人民投票权，确保一场自由公平的选举。记者综合报道。会使去投票，只是这个民主的这个指标之一啦吼。但是咱看到咱有经历啦吼，这个民主的这个6项要件吼，这个选举会当产生有这个上尾这个决定权的这个官员吼，啊自由公正经常的这个选举啦吼，言论自由也是讲这个信息的这个来源拢会使去有这个独立的这个部分，卖当主动结识这较自由啦吼，啊嘛有这个开放的这个公民身份。但是咱讲来台湾虽然有这么侪这个好的部分，但是咱伫这个开放的这个公民参与啦吼，其实是真这个欠缺啦吼，咱看到这经济效应吼，伫2018年，这个各国的这个民主指数吼，其实台湾是排这个32名吼，当然是部分民主啦。尤其咱讲政治文化，这个选举文化吼，伫遮吼应该是讲较无好的啦吼。尤其伫这个公民这个政治参与者嘛是较无好啦吼。啊，另外咱虽然这个公民较自由都嘛真悬，咱有政府的这个运作，啊选举嘛这个真多样啦吼。但是咱这个规个得分吼，拢是伫咧政治参与甲政治文化这块是较欠缺哈。所以咱伫这块嘛是要继续来拍拼哈。上尾咱要请教4位来宾啊。做一寡这个简单的结论哈，针对着这个国际这个选举的这个观察了哈，台湾还个注意所在是什么？我们请这个教授来跟我们讲说，这个选举的最后的观察哈，台湾可能在这一次选举应该要再去改进的地方有没有？改进的地方，或者是在整个这个选举的运作上面，你观察到的还可以再更提升的，在选举文化方面有没有？我想要确认的是，台湾是面对中国因素的亚洲的民主国家的第一线，所以我们期待的就是那个保持那个台湾的那个社会继续保持那个民主主义的那个价值啊，还有那个宝贵那个自己的民主制度。是，所以这个教授讲到哈，保持咱的这个民主制度，尤其这个台湾是徛到民主自由的这个亚洲的这个第一线哈。继续咱来请教议员，然后我们请教您，就是说在台湾在这一次观察的这个部分，然后有什么要再去提升的有没有？其实香港过去选举还有就是反送中抗争的经验，我们看到就是1国2制，最后是弄成这个样子，在香港已经是这样子。1国2制一开始其实是弄给台湾人看的吧，是北京政府就是弄出来，但是你看到那个实验，就是走向失败的方向。香港人已经就是过了200多天的反送中的抗争的日子，我们不可能再一次为台湾人再用生命流血再示范给台湾人的啦。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挂民主、挂自由，一定要投票，拜托拜托。OK， 这个议员嘛讲到香港人这心声吼，就是讲过去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已经8个月吼，因用这个火来阻挡这个中共这个政权吼，所以这台湾人这回嘛是用这个选票来甲这个亲中这个部分甲 say no 啦吼。咱过来请教我们叶啦吼。In an ideal setting, what kinds of environment you hope Taiwan's electoral system to be robust? Well, I'm happy to say that NFR is seeing a vibrant election campaign accompanied by strong interest from the voters as well. So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all of the voters in Taiwan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on Saturday and to go and vote. But I would also like to invite all electora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government, media, political parties and others,
to prevent the dissemination of fake news and to protect a clean campaign environment by stopping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It's a difficult task, but it's one tha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to protect democracy in Taiwan in the future. Oh, great！就是这媒体有讲到哈，1月10号一定要去登票，但是咧，这个所有的人哦，尤其是针对着这个假消息啦，是讲真侪咧动员的时阵会传这个信息啦吼，但是这个信息不一定是正确，但是咱一定要去认捌着这个信息可能背后这所带来这个意义是啥物啦吼，就是要去认捌伊啦吼。最后咱请教授。系。是呼吁吼，少年人应该去登票。吼，1月11号哈，我是就听过，就是学生讲1月11号要出去耍。唔通安尼啦吼，唔通安尼吼啊！要听老师讲啦，是吼，老师讲吼，沉痛呼吁，一定少年人爱去登票啦吼，因为吼钢铁韩粉吼，咱是讲民粹党的钢铁韩粉一定会去登票100%，但是咱少年人可能就60%到70%，迄足低，但是为了守护咱台湾的民主啦吼，少年人应该站出来啦，袂当讲啊，你敢无要紧啊？蔡英文给动算，有是虾米人会使动算，一定会动算，吼，咱就唔免去投票。但是大家爱知影就是讲，无迄代志是一定会稳动算的。但是咱嘛希望就是讲，无共政党然后拢是会使去家己动员，然后但是讲咱所有尊重大家这个言论自由，然后嘛要邀请到1月11号大家去登票了后，4点到这个10点一定要收看咱的这2020大对决总统立委选举特别报道。我是阿明，咱今日感谢咱 international guest 啦吼，感谢大家 ，Thank you so much。